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5月9號，我係 Anna。義公子請我去食中式上海點心巧手小籠包，慶祝母親節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今日係去呢間位於東涌嘅樂天王朝小籠包，係即叫即蒸嘅，門口有好多師傅喺度做緊。門口呢擺放咗大大嘅餐牌，可供大家作為參考。都有擺放攞獎嘅燈箱。小籠包呢係最出色嘅。星期五唔太多人，門口有個靚嘅龍 logo 嘅招牌，師傅喺度做緊小籠包。室內嘅裝修都好簡潔清雅。茶呢係用火慶煮嘅，13蚊一位，只係得普洱茶。茶味都幾清香，唔會太濃，好飲。呢個小食16蚊一位嘅上海蜜糖栗子花生，栗子都好腍，花生都夠腍，同埋甜甜香香咁，幾好味。我哋呢點咗4樣點心試下，非常感恩義公子嘅孝心，佢叫咗呢個清燉雞湯俾我飲。雞湯呢上海熱辣辣咁。佢純粹係清燉嘅，冇乜嘅配料，味道呢就比較清淡。但雖然都清淡，但係就冇乜雞油。咁佢講明係雞湯好飲，味道呢都飲得出係有雞味。你中意飲清清地嘅？冇乜味精。你唔好煲呢個嘢俾我呢因為煲過嘅關係，就比較鹹。唔會太好食。我哋冇叫做白色小籠包，因為其他味道我都唔係太中意，特別呢係偏愛呢個蟹粉味嘅小籠包。佢呢個巧手小籠包呢係做得好出色嘅，皮呢係好薄，同埋呢湯汁呢係好多，裏邊呢有蟹粉，有少少嘅蟹肉，都好鮮甜，好味。義公子呢就中意食呢個招牌原味嘅小籠包，皮薄之餘呢，豬肉同湯汁嘅比例呢又啱啱好，好鮮甜好食。優小姐義公子中意食嘅紅油鮮蝦豬肉炒手，醬卜卜咁，味道就比較辣嘅。豬肉餡呢都好軟滑，同埋份量都多。除咗辣味之餘呢，味道都幾惹味嘅。義公子話一定要有蝦，有蝦嘅爽甜鮮味配埋落豬肉度，先至會更加好食。已經覺得有啲飽啦，再試埋呢個開洋葱油拌麵，將啲葱油汁淋少少落啲麵度，麵呢都好爽口彈牙。配埋呢個葱油汁嘅香味同埋味道一齊食，好食。一餐咁豐富嘅母親節午餐，2個人食咗524蚊，相當之稱心滿意又開心。以下係今日餐廳嘅 menu， 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好感恩義公子嘅孝心，請我食一餐咁豐富嘅午餐。願天下嘅母親節快樂。